先若继续甲镜头刷到花莲，昨个经过1-2摆的大地震了后，余震加上落大雨，秀林乡文兰村木瓜溪边的山坡是大规模来崩山，形成一个将近90度的山坎，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。附近10外户的人家有2户上介严重，民众讲惊到暗时啊，拢唔敢困。 空拍机清楚翕到土石变成大规模崩塌的现象，边配树瓦随着土石大片杵落去，倒手边全部拢是面体，崩塌了后，厝地基拢严重毁损，就连帮屋的铁基啊、甲红门头嘛拢看现。 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规排爆花大概是1公里长、2米宽受到影响，出现将近90度的崩塌，美术是断层同款，场面是互人看甲心惊胆吓。都惊土石会个厝内，民众是赶紧大旁步。文兰村周边大约有500多公尺是像这样地基流失的一个状态，而周边居民呢，大约有10几户，就担心有个万一，因此有人也是自己花钱自救。 只是说，因为最近地震比较频繁，它那边的那个土石崩溃就会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这是花莲秀林乡上南边的文兰村，这几天的强震甲余震造成木瓜溪边仔的土石崩塌，真侪民众都住伫边仔，有2户面体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其他面体拢伫崩塌的边缘。他住10几年了，还是要习惯啊，不习惯不行啊。 还是会怕而已。那你们还是继续住这里吗？对。会怕吗？怕也是，我怎么讲啊？不睡觉就是了。没办法睡觉。对。安全措施的话，必须要等中央嘛，有的是等相关组跟政府了嘛，就是有的是已经，有的是他们有放帐篷了。秀林乡公所考虑到疫情甲气候的不稳定，山区永远有可能会出现土石流甲石头落下来的状况。 为了保障民众的安全，3个晡4点多开始，警方甲消防人员也前往河中甲河前部落实施强制撤村，协助村民前往安置中心，确保一切平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